迄个坐台语界的前辈先辈，佮有咱的台语班。咱今仔是迄个7月初3嘛，是咱2024咱的线顶课程的第一场。我做好打，我踏入第一场，所以今朝我才会惊吓。我咧想讲，我会惊吓，甲今仔的课程有关系哦。因为咱即马伫小学内底、国中、高中，甚至咱的尤其国小内底平板拢入来啊。即段时间会有咱家己会可能会拄着一寡问题。即个问题，我先用我家己的经验来甲大家分享。凡说你嘛有甲我共款的经验，安尼咱同齐来讨论。我已经行过，可能跋倒过，我可能会甲你讲，遮你莫行，你可能会当用啥物方法较适时，还是讲老师你有更较好的方法，你嘛会当提供，咱着三甲来研究。好，安尼我着来分享我的迄个 PPT 哦。好，多谢大家。好，即摆安尼有看到 PPT 吼。我伫线顶第一道用 Canva 用，因为线顶我会较习惯用迄个简报 PPT 要互动较舒适。毋过即边最勇敢的，我嘛用这来试看觅。我的题目是对平班到平房的台语课哦。大家好，我是台南市安平国校的林秀美。头拄咱的馆长有甲我绍介过，我一开始是饭汤，所以来去改课卷的时阵呢，认真去改课卷的时阵，阮这台语班拢会讲，你饭汤煮好未？我要等来互你食。我会感谢迄个馆长，互我有迄种大家看到我就想到饭汤即件代志吼。好，来，这是我简单的一个自我绍介，像头拄馆长讲的，嘛像头拄迄个桃园的丽丽老师讲的，其实我嘛毋是本科出来吼，我是先教台语，了后较过去读册，所以我感觉我的课程的设计较不足，所以伫清华大学完成我的迄个研究所的部分。我一开始是考调新北市的台语老师，尾较调倒来台南。有那伫即两个县市做迄个本土语言的即个辅导员，会得当然一寡过程的学习，迄个得到一寡迄个教授还是学者互咱的肯定啦，迄互咱继续会当向前行来，安尼，即摆咱要来开始哦。今仔有真侪互动的部分哦。大家拢知影，今日伫线顶上课吼，若阵我讲足紧啦，我着一直讲。毋过我一直感觉讲，咱伫教学，也是讲不管你伫迄种听任何的物件，着是爱有互动。我较会知影讲，我讲的你敢有听着？你的问题伫倒位？安尼，我先做一个调查，请问咱即摆伫线顶的老师，你有伫学校教台语的老师，你帮我写1号，敢会使？你有伫学校伫教学，毋管是伫幼稚园、国小、国中、高中，你有伫教，拢帮我写1号。安尼我较知影咱的观众群是偌济，哇，遮尔济！你拢无咧教，毋过你对台语有兴趣，你帮我写0号。爱写1号就袂使去写哦，因为恁就是一定对台语有兴趣。咱有一寡是咱线顶有的老师是对台语有兴趣，是咱的台语班，有的老师是对迄个正式咧教台语。好，安尼目前看起来应该是差不多6成的老师甲看起，应该6、7成是迄个线顶的，咱线顶是咧教台语的老师，另外咱的台语班是你对台语有兴趣。安尼今仔互我较占款，我今仔讲的就会以学校伫教学的部分落去做进行。也毋过老师，若准讲咱的台语班，你对台语有兴趣，你嘛会当对囡仔。对恁兜囡仔，若准讲遮个软体，你会当试看觅，因为老实讲，我是青骹啦，我袂晓迄个遮个数位的资源，只是讲我想办法甲学会晓的放伫教室，也是讲摕倒来互咱的囡仔佚佗，囡仔嘛会诚兴趣，所以咱着互相三角研究吼。来，即摆大家看到的即张，安尼遮无看到即张图，敢是？即摆咱看老师无看到即张，等下哦，我看觅是毋是我分享的所在走去啊？安尼无看到即张图吼，无看到，安尼等我一下哦，我来看倒一个所在出现问题。
安尼我重视我定分享下，歹势。安尼应该有看到即张图啊吼。好，即张图应该是逐个会来参加即场演讲的迄种课程的迄个，咱对遮知影嘛吼。啊，我互逐个1分钟，你先看即张图，我等下有一寡问题要甲逐个请教哦。啊，若准讲你手机啊边啊，你边啊有手机啊，吼，有可能你摕手机啊，有可能你是电脑边啊看，啊是讲你有平板，你有手机啊，你较当帮我准备好势，等下有一寡所在会扫 QR code， 较麻烦老师帮我扫入去。啊，咱要做一个活动，吼，即张，这是咱关怀基金会，哇，伊用骹手做咩，随家做好诶，好啊吼，好啊，我要来刷咧后壁张啊吼，好，来。等下要，你有看到咱水当当足古锥，我足介意即张，所以我甲即张图，我无经过馆长的同意，伊互我偷翕着即头，我去园区上课，伊甲囡仔咧算算了，有够好诶啦！真正有够古锥哦！我看即张图足感动，我家囥伫咱的迄种第一张的做建本。等下咱要算一个游戏叫卡户，即个卡户等下老师可能捌算过，就是要对头我线顶迄张图，迄张迄个海报内底要互你看，了解线顶课程你捌偌济，啊，我要开始啊哦，吼，来。恁想要阁走无出去，歹势，因为即马即边安尼软体足济，我可能爱一遍一遍走，安尼阁互我定分享下。安尼我今仔会亲像去迄种去喙的食粉圆的，弄出弄入，啊，请逐个迄种对我较来，对我较包含一个吼，好。来，安尼即摆咧应该有看到啊。OK， 即个，吼，安尼代表我每一个迄种拢总爱出来吼。来，等下老师会当麻烦你，也是咱台语班会当甲你的手机仔摕起来，只要有一个 QR code， 我甲放大哦。啊，放大了，照你讲你就入去啊。啊，无呢，若准讲你的电脑还是你的迄个手机仔有客户，你就拍6935457。6935457，你可以当家入去哦。黛西老师入来啊，好来，安尼我甲拍伫遮啊。入去你会当拍你家己的名，吼，啊拍你家己的名，啊咱来看，倒一个老师，倒一个台语班，哎哟，今仔日进行了迄种上数时，啊咱上济50个哦，你若骹手上慢，就无法度入来啊哦，因为我这无付钱的，若有付钱的应该会当较济。其实卡户你反正有卡户我足久就用，啊，可能反正你有哪会伫你的你互人请的时阵，听讲迄结婚的时阵，真侪人用这。哦，46位啊，45，咱到50伊买伊的杂志，因为昨昏哦够啊，安尼歹势哦，人客啊无收啊哦，来啊，人家迄种骹手爱敢买吼 ，OK 好，安尼咱要来试看卖啊哦，来感谢遮侪老师，等下咱来看啥物人第一名吼，啊第一名迄个馆长的奖品，馆长咱有奖品啦，咱的奖品就是参加咱的迄个去参观园区，安尼敢会使？会使啦吼，好，来安尼咱来试啊哦，好，来。第一条，因为足热，所以我放一个落雪。线顶课程捌偌济？请问，根据海报，这个线顶课程主办单位是啥？你感觉？哦，恁骹手有够猛呢！我20秒呢，哦，恁已经答案摕咧出来啊！有3个老师爱甲试落哟，你的手机应该内底有。时间到，是啥物啦？哎哟，我足歹心诶！关怀文教基金会，还是财团法人关怀基金会？哦，是下底即个啦。吼，所以吼，你互我骗去啊哦，爱记诶哦，爱说你哈。咱来看啥物人？
对。哦，阿金老师来，咱紧嘞，老师咱莫去迄个，咱互相鼓励，请你伫边啊，遮有迄种啥物啊？咱即个拍扑啊啦，放烟火啦，请甲放一个，恭喜阿金老师。来，刷来咱要第二个哦。来，第二条，请问根据海报，等一下哦。来，啥物老师你有啥物问题吼？来，请问上课的时间是伫当时咧？哦，头拄仔咱的丽丽老师有甲咱讲，以前讲拜二拜四啊。到底啥物时阵呢？今日伊足紧张咧，甲你问几点？恁拢对呢，48，啊两个可能无说你迄试，对去手机啊试一个走进去，迄毋是你的问题啦吼，迄是有阵咧试的问题。来，咱即个蔡老师还是蔡迄个新生小姐，你有举手，敢会当甲我讲，你的问题伫倒位？啊，你若无讲，我就继续上课啊！好，来，咱来第三个，歹势顶悬即大家有讲超过啊，所以就是讲叫我爱买有钱。哦，哇，即个老师吼，咱有来甲即位老师拍拍。哦，你有够赞的，你拢免我讲，你是咱100分的迄个学员呢。第三条好，你来看，放炮啊放安尼，惊死啦！来，根据海报2024年7月到8月线顶。课程总共有几摆？请回答。总共有几摆？哦，20摆，等下9摆吼，啊有人讲10摆，有人讲15摆，有人讲8摆，有人讲9摆。迄个7摆就无啊，哦，咱总共是9摆啦吼，所以头个会请你看迄张哦，安尼有人做认真看，咱来看啥物人，着骹手准备哦。哇，阿庆，你俩阿庆还是阿红老师，拢总有。咱来看是倒一位哦，恁有够赞的啦，咱即班有够赞，拢袂当生安尼，做有分章的甲大家拍谱啊。来，第4条。根据海报线顶课程会当有偌济人做伙看，要看清楚哦，题目要看清楚哦。有偌济人做伙看咧？恁竟然迄个啥物啊？第1条，恁去互我骗去啊啦！伊讲有偌济人做伙看，我若讲我会知恁设计即条，我就想讲，因为迄个馆长是毋是讲咱的 YouTube 会当分享，所以是无限。咱入来教室内底是100个，爱讲我甲你问讲有偌济人会当做伙看，所以是无限哦。啊，我歹心哈，吼，你看拄个即个老师吼，伊就心机足重的哦。毋过100个是正确的，就是恁来按伫内底。来第4条，咱即摆看啥物啦？即条有那阿红啦吼，因为恁拢互我怪去啊啦吼。第5条，请问今仔日的主持人是啥物人？来是上迄个上课的周清玉馆长，还是上有气魄的周清玉委员，还是上介水的周清玉小姐，还是上爱台语的周清玉？我后壁无写委员。你感觉是倒一个呢？我甲你讲，4个答案拢总对。你无毋对，毋过伊爱升级版，就是爱开钱的吼，你会当选无共款的，会当4个拢用。遮因为咱若今仔上台语，咱是上台语迄种啥物啊？上爱台语的周清玉老师，毋过我遮的答案是4个拢总对。恭喜老师！来，咱来看，啥物人骹手上美，得到的分数上悬。第3名爱出来迄落出声哦，来，迄落恩嫂老师。第2名阿金老师，第1名是啥物人呢？哦，是阿庆老师。来，请咱甲这3位老师拍呼啊！下底佫有一个迄个纪威老师吼。好，来，以上伫即大家，咱咧敢是头拄仔做一个，我敢若互你看海报尔，会当对海报出遮个题目，而且老师足厉害吼。来，阿庆老师，佫有阿金老师，佫有咱恩嫂老师，恁会当迄个得到。去参加，免费参加咱的中华园区1摆，欢迎您，恭喜您，赞！好，感谢您来，安尼我我要转来咱的遮。你等下，我这3个
我拢会传礼物互伊，啊，看伊。你真正要传礼物咯？真诶，啊，但是着爱互我地址啊。哦，爱有你地址。我地址，阮有册，还是有啊。我感觉会当邀请去因来去参加园区，真正我去园区上课，虽然去上课安尼走来走去，可园区内底真正有足侪宝贝呢。好，迄个园区我是想讲，逐个拢来啦。啊，这3个吼，我送伊，咱今年新出，阮逐年拢有一领 T 恤。嘿。啊，迄个 T 恤是真水。哇！今年的 T 恤是有得到总统赖清德授权的，因一年因开始的迄个，拢来讲咧，迄零有迄只零，所以迄是有授权的，总统授权的，啊，所以足好诶。这3个咱拢有留，但是恁若无互我自己，啊，迄衫着我的啊，因为我毋知要寄去倒位。安尼，等下馆长因是爱留伫迄个老画区，还是安怎？伊若要得到礼物，看礼物爱寄去倒啊？哦，伊规矩写伫老画区啦，啊写看伊要留电话啦，啊到时阵迄种是也是讲，咱用电话因啥，迄甲咱联络好啊啦。好，啊你若无联络，衫着我的哦。对，助理，咱遮助理留咱的电话，啊写3位老师。吼，咱第一名是阿红吼，第2个是阿金，啊第3个是阿金，嘿，啊第3个是恩嫂。恩嫂吼，好，哎，馆长，安尼我今仔做者游戏，安尼敢会甲你害着？我若算小可无遐尼济资源，是无我后壁着换无一个鉛笔啊，一本簿啊。馆长伤好啊啦，我只是想讲咱试一个滋味，去想讲咱算看卖，结果大家拢介捧场，结果你佫遮尔好，馆长是咱的干爹干妈。人拢已经叫阿嬷呢。哦，已经叫阿嬷啊。OK， 好，咱借你的时间，互你上课，较要紧。感谢你。好，安尼来迄种。3位老师，请你家己爱迄个联络哦。好，你足厉害，你也看原来起来上课，佫会当着奖品，有遮佫有哩啊！赞！好，咱即摆要转来即个遮吼，来，安尼我改换即个好，安尼我应该直接改换就好啊。吼，即个是头骨啊。哦，你透过即个咱看头前吼，即张图你就会当知影。等下哦，伊佫还袂，有时阵会卡。透过头我迄条海报，我就会当了解，你到底对遮了解偌济？哎呦，伊无爱互我叮当，等一下哈，所以我今仔会去走出来哦，吼，歹势。这位老师，我李艳萍。嘿，艳萍。我等这时间，你用海报，我先煞甲迄3位老师讲，我甲迄个较大迄个闸道吼，工作人员，啊，请伊敲电话去迄个电台，伊有留电话啊。是。啊，甲伊讲伊是啥物人，安尼就会使啊。是。好。安尼感谢您，你看咱有干爹干妈甲咱赞助，哦，今仔足欢喜的咧，遮尔赞。透过迄个艳萍吼，我想嘛借机会甲大家报告，即个艳萍老师是一个足认真的妈妈，妈妈带囡仔来园区，结果即马已经变做高中的老师啊，所以你想看，对着台语，对着咱家己的文化外面有心。外面拼势，足认真，到即摆还佫继续，不但继续咧做老师哦，佫继续咧学，不但继续咧学，佫继续伫咱的台语文园区，一定保留一下晡的时间来做志工。我想这就是台湾人足好的一个模范。我感觉阮家己足拍谱啊，大家拢足爱。咱安尼甲拍谱啊，实在是太用心、太认真了。来，秀珠老师请讲。秀珠老师讲。歹势，我饲唔着。哦，不要紧。歹势，我要饲拍谱啊，我饲唔着。无要紧，咱就知影，其实咱即摆足赞，拢会甲人拍谱啊呢，这是真赞的代志呢。来，即摆佫要算另外一个哦。头拄仔咧，咱知影讲，原来你上课，你知影讲你要晓来上课，上课的姿势。好，即摆佫有一个，即个叫 slide。头拄仔迄个老师，你若咧上课，你咧用的时阵，你会当比如讲要互囡仔算的时阵，你就当像我安尼，我一个文本甲你用完了，我会当出一寡题目。你算的时阵，班上会出差，我拢留咧尾仔5分钟，会算啊，硬硬硬的呀，
会比嘛吼。啊，即摆咱要算的即个叫 slide， 我要麻烦老师帮我有那扫 QR code 扫入去了后，咱应该会出来即个你，我先互你扫，扫完了后，等一个你会入去一个写 SLIDO， 因为我等下要入来迄个 PPT。我阁互大家30秒扫 QR code， 即个就会当所有的人拢入去。啊，但我对大家较歹势，因为我无付钱啦，迄是免费的版本啦，啊会当50个。啊，若准讲你爱甲厂商纳钱，伊会当较济。啊，而且伊是国外的迄个界面会当是，所以有时阵你可能爱用英语甲中文来去看安尼，吼。来，安尼我会使啊吼，我要入来另外一个啊吼，歹势今仔会迄个中出中入哈，好来，安尼我入来即个遮，我看觅，吼，安尼遮原则上，阮咧想搁爱退出。老师即摆有看到一个 PPT 的吼，来，即摆即个 PPT 我甲伊，哦，伊会走去一个 slide， 因为你 QR code 已经扫入去啊，所以内底有问题。恁的问题敢有看到即条？若有，敢会当帮我伫楼下区写有，还是写 OK？ 安尼我就知影。看恁的界面甲我的界面敢有共款？恁 OK 好，感谢。来，在座各位台语伴，你上接使用的台语网站是啥物？不管是老师还是台语伴，哦，我咧用台语的时候，我就去查啥物资料。好，你甲看，哦，做伙算做伙算书店，有教育部商务书店，伊愈来愈大，即个叫文理魂，可能你有哪捌算过？愈来愈大，就代表足侪人拢用即个。安尼，安尼，这应该爱迄个查图互教育部看，看讲你看恁的书店，遮侪人在用。啊，头前遮拢共款，拢是教育部商务书店。哦，阁有迄个漫改，阁有找台语，真好。公司台语台，爱台语，台着拼音网，真平，做伙爽。PK， 真赞真赞！44位老师，互咱遮个答案，你可会当一直拍起，因为咱有一百个老师嘛，就讲。我会倒一个所在，我拍起你的，就是互阮逐个知影讲，哇，遮个物件我哪用？啊，等下，因为教育部商务书店，逐个较常在用，若拄着迄较特别的，我就甲你请教讲，哦，你伫用迄个所在，你是安怎用？啊，互咱逐个知影。人讲迄个啥物啊，好康到相报嘛吼。我代表讲，你会定去用，代表即个物件真赞。会使吼。你会当拍，我即条结束了，我较搁会刷落去后壁条。好，安尼我敢会当请教哦。遮有一个逐工一句，倒一位老师写逐工一句，你敢会当举手甲我讲，啊，甲你开麦克敢有方便，甲咱讲你是安怎用逐工一句，这伫倒位咧？来，麻烦咱间的迄个，咱即个，是迄个洪老师还是黄老师吼？大家好，我是黄老师。黄老师，请讲。咱逐工一句吼，是因为内底迄个影片吼，拢会介绍一寡主题。足趣味的，啊，囡仔迄个短短几分钟，囡仔拢会使做应的，而且了解讲，我要介绍做主题什么货，所以定定看这个影片，放这个影片看。真赞呢，真正逐工一句啦，老师有看过的，老师吼，你就知影讲，哇，迄个幼林，伊内底拢爱短短啊，啊，若当咱的主题要领的时阵，就会当用。咱的后壁我会小解，阮即摆迄个甲迄种中教内底合作的一个叫数位资源的教材，有咱拢会甲伊刻入去内底。老师若有方便，有咱会当邀请你入去内底，甲阮三甲做伙，迄种啥物啊使用，就是你教学上有咱会当用吼。逐工一句，啊，阁有非常了不起，非常了不起的有，咱想较长呢，倒一位老师写非常了不起，你敢会当甲阮讲，你拢安怎使用咧？非常了不起，公司台语台。若有较麻烦你帮阮拍开你的麦克，还是你感觉我感觉即个袂歹，可能歹讲吼。迄有时阵拢会摘一摘，即个袂歹。啊，阁有迄个专家有智慧，专家有智慧，写专家有智慧的老师，敢会当帮咱讲看觅？你是爱用专家有智慧？哪有方便？伊内底真侪问答的题目对无吼？
所以讲，老师恁若白板，我甲咱先请教老师，恁伫教室有使用白板的老师，请问恁的白板敢有装专家有智慧的 app？ 若有诶，帮我写3号。若有诶，帮我写3号。我毋知影你敢知影即件代志？你想我无吼？我有做即件代志。好，等下我来甲大家分享我做即件代志的过程。感谢恁哦。这拢总是咱会当使用的，安尼互我知影讲，咱的台语盘原来恁的咱的资源有遮尔济，你会当用着遮尔济物件，伫咱的教学内底落去做使用，毋管是国小、国中、高中，拢总会当使用吼。好，安尼我着落来后壁即条啊，来第2条。等下哦，第2条，我来第2条。若准你是一个教学者，你认为目前你上需要的考我倒一项？吼，软体的人脉、载具的运用、课程的设计，也是评量的安排。较麻烦老师你帮我试，伊开始走，看咱所有的老师你会走的倒一位？老师恁敢有到即页？应该有啦，因为咱是共一个 QR code， 伊就走即页。若无你搁手机仔摕起来，搁扫顶悬的 QR code， 伊有哪会走？因为恁遮无走出来呢，咱即摆是0，敢无？出来啊！吼，我想讲哪会无？哦，课程的设计，哦，咱即摆希望伫课程的设计，哇，遮个物件我要安怎设计？遮个物件有互我，咱咧讲无白板政府互我，我白板要安怎用？哦，搁有软体的人脉，足侪软体像我嘛。一开始听足侪软体听，头壳足疼诶。载具的运用，有手机要怎用，白板要怎用，搁有迄个大屏要怎用，搁有迄个咱的电脑即个部分，咱用电脑惯势，评量要怎用。好，感谢老师，感谢遮侪老师互咱的互咱遮侪迄个意见。等一个后壁的课程范式，你会有看到一寡课程的设计，搁有咱咧运用软体，像头拄仔恁就已经用着。第一个软体是卡虎，第二个软体，即种是较简单的软体，是 Slide， 即个咱会当收集讲，所有的人，恁的问题是倒一？咱咧问囡仔嘛是讲，你倒一个字袂晓，当然以前会当举手啦，毋过若较济的人的时阵，我要怎用？搁有我要安怎运用即个评量的部分，等下有哪伫后壁来做迄种使用，吼，来甲大家做解说。来，刷来第3条。哇，你已经写到第3条，我想讲奇怪，第2条哪会无人写？吼，第3条。教学的时阵，你伫运用数位资源，上常拄着的问题是学生的注意力无共，搁有咧无法度将学生的专因特别认真，搁有网络袂顺，这是真大的问题，这是真大的问题。囡仔拢家己算家己的囝，真好。这是我这个暑假这个休我要学另外一个软体叫做 Lumio。Lumio 听讲会当甲囡仔讲调的全部，像头拄恁咧算卡虎，恁入去了，我无叮当，恁袂使叮当。老师的掌控权足大，我会掠调的，无你拢学袂甲我算，到底算到遐无，我毋知影。我干那偌久的时间互你用，网络学校的资源无够，囡仔迄个啥物也无要无紧，还是安怎拢有吼。来，我看卖吼。来，搁有即个学校无想要有教职老师数位资源，这有哪有可能？所以讲，若准安尼的话，我是咧想讲，若是咱会看国小啊、国中，咱会当问咱迄个招班的老师，譬如讲因班内底，咱知影啥物时阵有用的时阵，咱会当设计一个简单的，后壁我会甲大家分享像迄简单的 Word， 到时阵我伫咧上课算的时阵，互因嘛发觉。啥物人讲教台语，啥物拢袂晓。咱教台语，台语是咱的专业，台语除了是咱的专业，咱搁爱找着公允感，互人看着讲哈，你的台语会当教到安尼哦。因为我伫校用遮个软体，阮的同事拢讲哈，恁的台语较会当，较会舞甲比迄个啥物啊，比因的正式的国语啦、英语啦、数学搁较舞安尼，感觉安尼舞甲安尼做闹热安尼，因着有即个想法安尼吼。所以讲，囡仔袂晓使用白板，有的老师伊无甲教，所以像阮学校的囡仔，有的班老师有教你来足紧的，
话老师无教，我来遮，我爱一项一项去顶教，啊，甲伊囤底，啊，尾仔了，因就知影惯势讲老师的用对遮入去，无啥熟手，佫有连线的问题。好，感谢老师互我遮，这就是恁的意见。吼，佫有照片的白板、收白板，有影即个部分，这可能咱爱留有时间，佫有收的部分上，我的教室是有白板车，毋过有老师会来甲我招，我拢甲用菜篮，一个菜篮可能7台8台，我拢上侪借伊15台，15台留伫我的教室，安尼要换的时阵，要交换的时阵，就较舒适。也是咱摕进前，也是讲今仔若准备用，咱无逐工用，我摕进前，是毋是会当用时间，甲今仔要用的全部捡做伙，我用的较做一遍去翕。即种物件拢总是会当做调整的，就是咱拄着问题，会当想办法去解决嘛，吼。感谢老师即个部分，若种控制囡仔的部分，我感觉可能有软体，就是我即边我暑假学学的，若种讲人敢有机会甲大家分享讲，会当用啥物方式甲伊控制吼，佫有网络的问题可能是上大，毋过即马大部分你的白板车若伫遐，大部分学校的配的线路应该拢有够，所以若无，咱有哪会当问老师？无老实讲吼，你会感一开始我用，我感觉足麻烦的，毋知恁甲我有共款即个经验。要用我着上课黑板写写就好，手举起来就好。迄白板一本我都爱教因开，教因用，等下搁伫遐用袂熟悉，搁伫遐浪费我的时间。头前真正爱开诚侪时间，毋过久了后，你着发觉着，因知影了后，因会开，颠倒会搁较侪时间落去互家己练习，而且搁2个人练习。所以讲，若准伫白板的部分，即马人工应该搁会结合着。所谓差异化的教学，甲分组合作学习，这嘛是阮即马即个部分，阮即马开始咧练习咧学的部分啦。学了，较来甲逐个老师分享，就是讲透过遮，咱家当做伊是一个工具，要安怎来互我的课，迄个上课的时阵，较顺利，就是伊是工具，老师永远是主角哦，爱会记的即件代志。好，安尼遮就是以上咱3个部分来，我先甲即个挑出来哦。感谢老师，互我遮尔济回馈。真多谢恁，安尼我倒要来食粉圆，搁要弄入了吼。来，安尼咱来看即个部分哦。好，来，刷落来咧，这是我2当前的心情，毋知恁甲我共款无？一开始阮学校算中型的学校尔，有40几班啦，有7台8台白板车啦，一台拢有30几只白板。着阮资讯组长着伫顶管写讲，各位老师，请恁有兴趣无？拢无人出声，结果伊就私底下甲我问，我想讲，我电脑我拉卡呢，我册卡我袂晓，我会惊，我会惊改变啊！到时阵。教的，到时阵囡仔拢要耍白板，拢无要听我上课，安尼要安怎？这是我的惊吓。另外一种，我搁会伫遐想讲，我教台语就教袂完，我搁有哪有遮侪美国时间去设计遮个物件？所以迄个时阵足张持的哦，足张图的哦。我毋知你甲我有共款的迄个想法无？尾仔咧，白板车来愈来到教室惨啊！佮拢愈来请你煮请饭就甲囥伫遐。咱咧迄个啥，只是无叫迄个叫三顿来迄种啥物啊？迄种甲请安问好安尼，囥伫遐我就伫遐想讲，这要哪用？嘛有简单甲我教，只是阮学校无开课教所有老师安怎用。阮的资讯组长伊真巧，伊用上温柔的方法。伊讲，恁若想要学有需要，恁就会想。即摆伊囥伫遐囥了，我就去问英文老师，英文老师就甲我教讲伊安怎用，我就去上其他的课，人安尼用。有一天，我咧看着全家有智慧，咱老师各位在座的台语班甲台语老师，我相信恁拢足认真。咱一天甲人咧备课，连咧看公司台语台，你嘛会感觉讲，嘿，即个袂歹，摕来上课用。反正你应该有即个感觉。请问你有甲我共款的感觉的人，帮我写连。你敢会甲我共款做即个代志？还是我即种人较起笑？就是看着电视，我感觉倒一个物件，你若准讲会当用，我就直接，即个袂歹，甲摕来，老师咱拢无正常，咱来也教后部申请加班费。你甲看伤认真，看着所有感觉囡仔上课会当用，会当互伊好诶物件，食落会当互伊迄个啥物啊，食咧遐咧重悬诶，咱就甲加入去着，就是安尼。所以迄天我咧看，伊就讲。老师，伊就讲，各位观众美秀这济就讲，各位观众，咱会当有 app 有一天我就伫遐甲伊下载 app， 手机袂歹耍，下载 app 了后，我讲，即台白板车到我的教室我讲，即啥要安怎？
我咧甲我咨询组长讲，组长啊，有一个 app 毋知敢会当甲我下载，因为迄顶悬下载的下载的拢总是download的拢总是教部的，英语的、国语的。较有台语啦，我讲你甲我下载专家有智慧，真正甲我下载好啊！哦，下载好，我就足欢喜，好啊！甲下载，咱就来佚佗啊，吼！所以，阮就来算啊，哦，好，所以当然，咱就来开始先对专家有智慧讲报来做起稿，刷落来咧，对阅读甲写作的配类做伙做，啊，搁有运用数位教学的 Word 甲学习法来做一个总包装的总评量，啊，内底拢会当记录，所以到时阵学校要检查哦，你甲看这个老师偌认真做偌济，好，这是我资讯生卡的3部曲。在座的老师一定有比我台语能力，迄个数位能力较好，我较含慢，我可能会晓用。目前即几项啊，有哪有搁有咧学其他？只是我感觉讲，咱会当先上最简单的，咱来试看觅啦。如果我遮车卡会当试看觅，老师咱嘛会当来算看觅。所以今仔我会互恁以算为主啦，吼。好，来，安尼咱先来看哦。专家有智慧的讲报，讲报是 Google 伊要收摊，伊10月初伊就无伊啊。啊，毋过我感觉老师最近上，我昨昏下暗，搁甲囡仔上线顶的课，因要认证，阮就拢会伫讲报做白板伫遐写，啊，我就知影讲囡仔写的程度到倒位吼，啊，毋过伊较可惜，所以即摆要用另外一个软体，来，这是迄边阮上完了，甲阮全校的老师做分享。阮迄间学校足奇怪，阮同事拢无啥人会去抢白板车，所以我就做做完了，阮迄个资讯组长摕了关心嘛，伊讲，苏伟老师啊，你做了安那？我就甲伊讲，我讲。啊，我倒一个会断线，啊，倒一个死去，倒一个定去，啊，我若一敲电话，伊就随来甲我处理。啊，结果我就甲伊讲，我做啥？啊，伊就讲，啊，无你敢要起来甲全校老师分享看觅，互因莫惊。我甲你讲，毋是台语老师惊尔哦，伫学校正式的老师，因为我嘛是正式的老师，正式的老师拢会惊。无代无志叫我做这少年辈的老师吼，因得拢这因算数位原理，因无差。对咱差不多较迄个，应该算讲迄个40几岁去的老师想讲，我著教课本原底安尼教，你开甲我变成王，著搁用这个，啊，我著真正甲试互看觅，我著真正带老师甲因讲，第一站代志咱要安怎算，第二站代志要安怎，第三站代志安怎，第四站代志我甲截图。迄个拢讲个足简单，啊，拢甲截图用个足清楚。我顶悬5分钟就是互因算，5分钟算完了，我就甲讲老师恁过几关？啊，因为因毋是台语老师，因的程度一定无好，迄要看迄种台语字会写毋对嘛。啊，毋过因会算甲干干净，比囡仔较差。吼，老师恁第一关就去试检查，若准你过关，第二关过2、3关，就是你知影气味啊。到第7关，哦，老师你了骨势啊。到12关，吼，你算甲落命啊咧。最后13关的老师，哦，动力袂调啊！你应该来教台语，袂使干那教恁的主科尔。吼，老师算完了，哎哟，袂歹算哦。啊，阮就开始讲，老师，啊，你感觉袂歹算，囡仔应该嘛袂歹算。哎，咱来看，小朋友伊安怎算？阮就开始画山、画水、画台语，对趣味做起讲。进前安珠老师讲的，趣味是上好的老师，伊有趣味，伊较会甲你算嘛，吼，引起动机最重要的，吼。来，所以咱讲趣味是上好的老师，咧上课的时阵呢，因一开始袂晓用，你甲看，这是我的教室内底，我会则搁放一台细台的迄个投影机，放伫遮，啊，我会电脑迄种咱的荧幕顶悬会投迄种出来讲，我是安怎带囡仔用，啊，伊开始看老师安怎用，用完了咧就开始互因算啊，因就开始算，会算袂好势，算袂好势无要紧，一开始用两个人一组，莫全部一组，话伊囡仔算袂着，啊，我拢会讲，来，咱有3分钟，第1分钟，第一个小朋友算，第2个分钟换第2个小朋友算，第3分钟。恁会当轮流2支手做伙用，安尼互每一个小朋友拢会当算着，吼。啊，遮因就开始讲，做伙算较袂惊，像阮这学习落后的囡仔，边仔有一个，伊就会惊，讲老师我试着要安怎，老师我的答案伫倒，啊，即个时阵我就讲，迄个要看救人的举手，老师过去甲你救，吼，啊，我就过去甲伊救，啊，甲伊斗骹手，安尼伊就较袂讲，我拢一直写毋对，无信心，吼，啊，伊就开始算，来，咱来听小朋友算。安尼穿着。
手摕咧因咧伊个教室个时阵是会足差的哦。即就是因算过了，因第一道拢会算毋着。啊，即摆吼画小朋友足趣味的，像昨昏阮伫台南场咧小解时阵，有老师吼，伊摕手机啊翕答案，啊摕白板落去算。我个小朋友会安怎？伊即摆算上一道，伊第一道算毋着，过伊就开始记答案，迄记袂起来，伊就开始摕纸。有一工我就讲，我就分白板互你啊，你敢会去摕课本？伊咧创啥？老师，我要抄答案啦，啊无我逐遍拢算毋着。囡仔在学习。即件代志是咱爱欢喜的，伊透过白板，伊毋对的时阵，伊会开始要去记。啊，你记就是达到我的学习的目标啊。桑代课，咱的教育心理、教育心理学内底有一个叫桑代课。桑代课内底有讲到一个错误学习，毋对嘛是一种学习。伊毋对了，伊才知影啥物叫做对，所以你着互伊试。伊试了，伊就开始知影。所以我有妈讲小朋友可以用抄的哦，吼。来，刷落来。我头甲洗落去啊，算啊，就继续算。哦，阮6年仔咧教文白图音，啊，文白图音头甲听啊，即个时阵哦，咱若干那教伊念念的无意思啊，因可能像这有迄个影片互因看，等下后壁有一个影片，一生只爱你一人啊，20年趁2000万，像这文白图音用完了后，囡仔要学啥？所以咧，这当然我先互伊影片。看完了后，我着请因用白板落去找，伊是咱的工具哦，是一本电脑的书典，请伊入去迄个教育部闽南语书典找，找完了后，因为阮打一开始咧做，所以黑板嘛爱顾，白板嘛爱顾，我着甲小朋友讲，来，老师第一件代志，咱先照黑板写，你帮老师找，譬如讲木甲木。花甲花，你帮老师去咧网络顶悬找看，因有啥物语词是用即个音，伊即个文白图音。因阮的文白图音教完了，阮拢阁会甲文音甲白音甲斗做一句话有意义的一个语境内底，互囡仔知影讲，哇，原来我讲一句话内底有文音甲白音即个部分，所以因会去咧黑板写，轮流去咧写。因即项会晓写了后，我就讲好，恁会晓写，恁嘛会晓查，佫会晓查图啊吼。来，即摆老师开占卜开伫遮，我拢有分组，2个人一组，顶悬我拢会写第几组，啥物人设计，所以咧，伊就甲咱就知影倒一个囡仔甲倒一个人囡仔写。了后，我就讲，来，恁先设计看卖哦，先甲即张恁写的即张迄个写伫黑板的，恁佫会当规组写伫纸顶悬，会当用翕相的，嘛会当用查图的。了后，佫入去内底帮老师找即个语词伫倒位，帮我甲图搭起哩，我确定你会晓写嘛。上尾你若造句，你有哪能用拍字的，有哪能写的，遮你看到的小朋友因就是用拍字的写起哩。结果咧，我讲囡仔无关是小代啦，因为上我的课囡仔足无用，所以因无啥，这是迄班级经营的部分无啥物问题。毋过电脑若无乖，就爱喊救啦。阮即个郑宇是阮的主席组长，我就郑宇啊，救人哦，紧来啊！所以迄个过程紧真是有那诚辛苦，就像头个老师讲，无顺的时阵，我有神队友，伊甲咱斗骹手，互伊过来遮，结果伊就来看，伊就讲，老师恁做到诚好啊！我讲，毋过因倒一个做无好势，伊就讲你用几节？我讲我有一节课啊，叫因爱查书典啊，叫因爱查图啊，叫因爱创啥？伊讲老师你做夭寿，即种课原则上。人咧正常的班咧上爱3节，你一节就甲叫起来。我向想着讲，哇，原来小朋友的能力是会当训练的，因为我想讲，我一礼拜甲一节台语课，我逐节要用这，我其他免教，所以我就甲迄边的文白图音甲做即个结合，所以甲伊甲做一节课。毋过头前我已经上一半，后壁还佫接来，所以这就会当解决头个老师迄个问题，讲我安尼我的课程的安排时阵，我要安怎做处理，所以我才有写着过渡的时阵会足难叫的，就是我要怎对黑板过渡到白板，黑板过渡到平板即个部分。会做平板的啦，来刷落来下底咧。头拄仔你看到即张，是我等下要讲的，就是对遮来到遮的过程啦，来，我会先互因查书典，抄出文白图音，过来咧，遮侪文白图音，伊学猜选，即卖囡仔的资讯诚侪，毋过因欠缺的能力是，我要找我要爱的，遮侪物件。诚侪啊，也请足侪料理会当互我食，我巴肚干一个尔，我要拣我上需要的。尾仔较请因做句
这就是头拄仔恁看到迄种头前迄张好。第一个部分，因先来找教典，所以即摆嘛咧甲老师介绍，你头拄仔恁有讲着课程要设计的时阵要安怎处理，像即个部分，因先去找迄个教育部的书典，找完了后咧，因就开始翕相啊，因为咧因找完因会用写，因为进前因捌出过，阮讲发生惨案啦。就是顶悬拢甲人，因搭好了，别组甲因搭好甲等掉，就无去啊，甲刣掉，因就开始换规，迄个教室老师啊，哪会无去啊？我就讲要找凶手啊，就像迄个过程像安尼啦吼。所以每人学巧，因就先翕相。老师，我写，我有找着我截图，我图查好啊，我嘛迄个写伫纸，安尼万不伊若佫无去吼。我有2个，囡仔真巧呢吼，因就做伙做即个代志。刷落来咧，我嘛甲因讲，若准讲你遐无法度完成，你来起来乌帮写嘛会使哦。只写你乌帮翕相囥起哩，迄嘛代表你已经完成。咱互囡仔有无共款的管道，拢会当去完成。因为譬如讲，咱要去台北，我行路嘛会到，较远嘛，我坐高铁嘛会到，我开车嘛会到，要到。迄个完成迄个目的，啥物方法拢会当，只要囡仔找伊适当的方法，了后慢慢一步一步甲带你，莫甲一困讲，你若无用啥就毋好。安尼对囡仔来讲，若有小朋友因兜爸爸妈妈真正无得互伊用平板，伊袂晓用，咱就慢慢甲带安尼即个过渡，吼。过来遮就会当看到，这是因小朋友因的写的部分，我出来遮，好佳哉，安尼我即马知影，原来会当安尼处理。来，这是。我伫江报顶悬用的，你有看到遮顶悬伊10月1号要停止啊？吼，即个部分呢，就是遮我顶悬我会先做一个建本，我的建本是第几组老师伫顶悬找着，我用一个便利贴，甲因教讲我安怎打起哩。我找着的语序是啥？因会有，阮会有一道有2组，一组找文音，一组找白音，我也甲文白读音甲做伙。像我即组找着的是影捌甲迄个反目，吼，我做句的明看英着第1名刷来红目，买手2个人搁迄个反目。完成完价真嗨呢，像安尼落去甲做一个迄个部分，我遮嘛有做截图，所以遮小朋友伊会晓搭便利贴，会晓拍字，会晓截图，会晓写造句，等于伊有4个能力爱完成哦，吼，所以你爱甲分跳有，无因会乱。过来咧，遮因就开始做即个代志，吼，遮即个即个因就有第1组的小朋友，因就找起哩啊，因找完了，阮全部。囥完了，我会讲平板收起来，拢囥边啊，袂使用，无伊会开始用啊。伊就加年级的，伊就啥，国小会使，国中可能你有爱有一个制度啊，因就知影讲啥物时阵会当算，啥物时阵袂当算。遮因就开始做句了，像这第1组甲第2组，第1组有即2个，因就找玉兰花甲花容原貌，因做句就即位小姐长甲玉兰花共款。花容原貌，伊的所在伊会写毋对，有写毋对的字，我就伫边仔甲改，我甲伊改完了后，你甲看，因就随迄个啥，甲字改过来，囡仔因会家己去做调整，吼，来，这是第2组的部分，因就会写，因这连这拢嘛写到这种写到诚好哦，伊就无，伊这组有改有改字，逐摆甲食，因会写吃，写伫食，吼，搁有像这组嘛相共。遮拢是小朋友，像即组，因就无改，而且花莲溪边有种玉兰花，因就家即2个，伊就落去做即个迄种造句啦，吼。这拢是小朋友家己找的，吼。这就恭喜因过关。过关了后，阮再算一个游戏，我就直接用占卜，因为要互因花甲花。譬如我甲伊讲，请问。玉兰花的花是顶悬啊下底，就全班来徛起来。若阵选顶悬的徛咧，选下底就久了。因就会当用即个部分吼，花莲、豆花、花巴里了，因就会当看遮，咱嘛会当家己做一个评量，讲伊头拄仔找遐个语序，即个部分敢会当算？咱会当安怎落去做处理？所以老师你有看到吼，对一开始即个部分先互因找完了后，因会当完成遮个造句了后，先煞互因罗马音标，伊敢知影迄个音的啦念，咱搁做一个
动态的，啊无你若完全规节课拢坐伫遐，囡仔袂掠着啦。迄猫猫尻川有虫，你爱绝对爱叫伊起来同一个，嘛，互伊做一个评量安尼好。即个是迄个文白读音的迄种音做的部分。好，来我搁转来遮，这就是头拄仔咱看到迄张阮对文白读音的部分吼。遮咧，就我头拄仔讲的吼，这是因伫电脑做的哦。截图、设计图、造句拢总来，结果因一节就甲牵照起来。因佫有真巧的囡仔吼，伊去咧网络佫帮我找一张图，伊写我上爱食蚵卵，因就去 Google 找因电脑课有教，因就去 Google 找蚵卵，帮我打去。我讲哦，伊这真正图文并茂呢，真赞！小朋友的想法，因的创意是咱大人对袂着的，真厉害。是就是我讲的，哎哟，因做伙做到尾啊，定去互煞去，要哭无目屎，因就化休啊啦吼。所以尾仔阮较会用迄个顶悬爱写第几组，无会造成真济困扰吼。来，过来尾仔咧，因有算全家有智慧，全家有智慧，我就讲若安尼，咱全家有智慧，恁就要正平倒平啊。课本内底嘛有，来，老师麻烦你帮我找正平倒平台语汉字的字，会出题目。迄个对的甲毋对的，这是我的设计图，我甲伊讲我要安尼，有哪互因扫 QR code， 要互囡仔做代志，是像咱即马咧有老师，我扫 QR code 就是上紧的方法，你莫阁造成迄种，莫阁造成囡仔伊阁伫遐输入即个问题。中午敢有休困哦？我中午应该无休困，老师你若要休困，你会当做你去迄个休困一下，佫过来，安尼好无吼？无我惊我后壁等下佫有活动，可能遐会讲袂完，歹势吼，我较搞话哈。来，遮咱会当看到这是6年8班因尾仔做的吼。来，即个有哪互你看到？先对找字文白读音，这是另外一个啊。他搁找迄种台语里面啊写，无囡仔会写毋对的。咱咧讲的政治，咱的台语拢会定定会写毋对哩。吼，像我来做一个建本，我顶外写作者阿美，我讲虽然认读哦，但你写毋对吼，你两个我就叫出来哦吼。即摆因着，阮互伊算完了，搁互因算真人版啦吼。这就是因做的。我用因做好的，等下有一个影片，你会看到。囡仔真正爬起来算正平倒平，毋是干那用手指，一开始用手指，到尾啊，你人爱起来算吼。来，因着这是课本内底的注定，警菜，因着去找目睭鳞，倒一个吼，佫有花，因有时阵会写毋对，放袂记，吼，糍衫到底是倒一个咧？吼，佫有旋石，这拢囡仔家己出的哦，佫有即个花，有小朋友讲老师，因足巧哦。迄下手的我写我拍字拍袂出来，因足巧，因直接用笔写，下手，所以小朋友真牛吼。咱来看着我想讲哇，恁哪会遮厉害？迄个老师讲用便利贴，你用便利贴，伊用手写去，就当变甲遮熟悉安尼吼。佫有把字，吼这因阮总共有12组，12组的小朋友因会出12条。好，因12条出完了，阮来做啥物代志咧？来，阮就来做后壁遮吼。正平倒平，你要紧叫的哩。因上尾仔一个小朋友表演。这个头拄咱讲会手，因会形容看无字伤正，四水伤正是，这死去啊！
好，这是头壳你看到迄题目，就是头壳你看到因家己出的题目，啊，佮用来算，这是6年啊。老师若甲国小哩6年啊，你可能我毋知你有迄个感觉无？6年啊，若毋是4年级，足少搁要起来甲你伫遐算诶。所以讲吼，因上课诶时阵呢，要安怎互因迄个。上无莫讨厌，啊莫白摕，啊因会当，因恁家己做诶，家己算。我讲个人总结，个人担吼，恁家己做诶哦，啊恁就全班做伙倒来算。啊所以迄阵我著甲教室诶桌仔先刷较边啊，啊直接伫教室落去进行啊。所以安尼就变是毋是一个完整诶，迄个你透过即个迄种白板落去算，白板是先互伊算，做一个引起动机。尾啊，囡仔透过学习了，伊佫会当家己出题目落来算，安尼检验啦吼。所以咱讲啊，对文本的素材落去出发，啊白板只是工具来斗相天，啊佫转来到教学的现场，啊重点咱有咱当看到囡仔伊的创意的展现的部分啦吼。好，来，刷落来咧，头过迄个看到即个部分遮，咱来看遮吼啊。搁有咧，阮只有做一个迄个任务，我讲的头拄因讲的迄个文白，迄种对的字甲毋对的字，一定拢有一个建本伫即内遮互因讲。第一个我要做啥，第二个我要做啥，第三个我要做啥，先一节一节拢甲切落开了后，啊因就会开始落去做遮的处理，吼。啊，迄种咱的即张还袂附照出来。好，来，安尼我就先跳过遮哦。到即个部分哦，有时阵有一遍我上课伫遐开袂开的时阵，囡仔讲，我讲哪会开袂开？伊讲有一个小朋友讲，老师啊，你也无甲开共用哦，啊对哦，我也无开共用，所以感觉是我咧教囡仔，毋过是囡仔咧教我，啊，像才是老师，咱拢是囡仔，才是咱的老师啊，因为咱透过囡仔有需要，老师才会存在嘛，吼。好，来，这就是迄种啥印象课，我每一班拢有算哦，查甫的查囡仔，啊，我管他伊是迄个啥物，迄个6年啊嘛，管同款哦。我讲伊爱幼的青春期，拄着老师这缓缓的迄个经年期，啊，你着叫老师较阿爸，你着对老师做啦，吼。OK， 啊，这个头过来，咱有看到迄个选评的部分，这我着无搁入来看。好，这是第一个部分。哇，我要讲半点钟，结果我已经讲1点钟啊。好，来刷落来配类做伙做的部分，这后壁我会用放的较紧啊哦。啊无因为我希望互老师实做的部分，配类是一个平台。捌用过配类，老师敢会当帮我写1号？我知影讲，咱有偌济老师捌用过。好。安尼，所以有的老师已经有使用过配类，你就知影讲伊要用的部分。啊，但咱会当看到遮大的部分会当看到啥？大部分是一个平台，毋过我伫平台顶管紧有咱做诚侪代志啦，吼。好，来，安尼咱来看卖哦。咱是教台语言的教学的目的应该是理解、input， 透过听、透过看，落去做理解。啊。理解了后，我要表达，我会透过讲佮书写，安尼对嘛？吼，这是咱学习的迄个部分。所以咧，我若用配类这个部分，我是摕阅读甲书写来做咧。吼，这个部分遮，因为这咧讲迄个较迄种课讲的部分，我就会跳过，放较紧啦。吼，阅读书写是用上简单的，咱会先对上简单的口说课文的阅读，口说的语序，到尾啊较变规篇啦。吼。对语序、语句、底句到底文到尾啊规篇，吼，咱会写文章的部分上安尼。所以像这咱会对先课本内底简单的，过来咧像咱的故事红啊册，到尾啊咱像咱的700字啊是小说文章，吼，啊这是小，这是小朋友因写的部分啦，吼，因做的这就是阮对语序内底啊，因会落去甲这个语序变做一个语境。啊，搁有咧语序内底，伊要哪变做一句话落去写，吼，也是讲像甚至伫对文章内底去做截取大意的部分，我若先写完了，我会请因搭伫顶悬，啊，搁有用问句落去变做一篇文章，你可能会真歹想象伫下底这内容是小朋友家己写，我提问，我甲伊讲我要完整的回答。因写的拢总是正确的台语字，即班真乖，即班抄了有够，所以即班的迄种台语的能力各方面拢真舒适啦吼。像这我先放这是因用配类录音的，就是因写完了后，因真厉害呢，这毋是上厉害的迄组，啊，毋过因对上厉害学完了，因家己会当用着，这是出版社互咱的迄个有人。啊，有代志，啊，搁有伊要迄个啥物啊？伫啥物所在？所以因写即个因甲遮即6个，我甲伊讲，我要甲6个语序，你要有一个情景内底互我，啊，咱来听看卖因讲诶。
老师无听到声哦。好，若无啥我就念互因听，无我等一个礼拜迄个批例迄个内底应该有因全部的部分啦，因为即个是伫爱现场的部分，爱搁切出去，所以我即个就无用啊吼。伊咧讲，因遮是写讲，今仔日小弟甲小妹食饭咧开讲，因咧讲，阮食饱了后要先去车头附近的戏院看戏，好无？小妹讲好啊，咱食饭了后。紧去排队，我上感动的是囡仔竟然无甲我写，咱食了饭。因竟然说咱食饭了呢，我讲哦，老师有够感动的呢，这是连大人拢会讲毋对，连有时阵话老师咧教迄个食了饭，毋是食了米，拢会写毋对，恁竟然会甲老师写呢，哦，安尼看个囡仔写足感动吼。啊，这是伊用地动的迄个部分，这嘛是拢厂商提供的哦，所以老师咱边啊，咱身躯边有这个资源，厂商提供的，等互伊规班内底，咱做伙甲伊问人事实地物，地动即刻伫啥物时阵发生的，伫啥物所在发生啥物代志。啊，伊的结果是啥物？啊，先互因找关键词了后，请因甲关键词变做完整的一句话。对囡仔来讲，即个能力因是有法度5年以上拢做得了的事实的。全班伫教室讨论昨暝地动爱安怎保护家己，着量家己。结果咧，有小朋友就讲，老师伊量家己，伊写字，伊写字记，因就去甲改，因就知影改错字，因就去甲小朋友改错字。吼，啊，这是连接词，啊，咱等下伫配列顶过来当看，我这就先解决过来，我就遮就先过来，吼。啊，这是第一阶段的部分啦，1、2年的部分拢用简单的部分，啊，1、2年的部分书写的部分，我会画字画字，啊，画字了，因可能即个字对伊来讲是一个图像，是一个图，毋过伊知影意思，伊就画就困，啊，这伊画爸爸妈妈，伊讲爸爸妈妈伫房间咧困，啊，这个小朋友画佚佗，啊，伊个画遮有一个拍球，像这对低年级的囡仔会当安尼处理，吼，来，啊，若到中年级的部分呢，第2阶段因就会写讲，是一个简单的卡片的部分，像咱即马伫训练囡仔。培养囡仔要开始认真考试的时阵，像哦，某物人感谢你安怎啊？后壁佫有一个迄个是所有啥物人写，啊，因就开始像即个部分，互因做训练的部分。哦，啊，佫有咧，像即个迄种伫课咱迄个课本内底，你甲看，毕竟我是老师，你有看到我黑板一定爱写到甜甜。我上课爱用字卡的人，你敢知？所以我上课无用字卡。叫我用电子册上课，我足痛苦，因为电子册是干那会当试，啊，我的教室的白板袂当刷。我感觉囡仔起来顶悬，伊会当甲你互动，伊会当写，对囡仔来讲，伊比伊坐伫遐较好，所以因会定定起来上课。只是我甲会起来遮耍游戏，只是我甲遮的物件，甲伊改做用数位的部分落去做处理。吼，来，啊，这嘛是伊上课的即个3、4年的部分，到5、6年咱讲的开始用白板咧去找即个迄种语序的部分，透过迄种落去敲吹啦吼，啊甚至我会要求伊写作业，这是迄个台语课台语老师的要求啦吼，好，来 ，OK。啊，这是到较高年级，因就有做一寡相关的即个作品。好，啊，安怎做的部分，遮话我会跳过，遮我就这是咧讲教材教法的部分，我就直接互老师看。因伫后壁遮，等下，因为伊的图走无啥会出来。等一下哈，歹势。来，安尼叫我记2个咧，好吧？来，因为你袂当听着声音吼，这是咧讲咱若甲毋管空气啊真平，后壁拢有一个看图广告书对无？看图广告书吼，有时阵对小朋友，我拢会我的做法是，我袂，因是讲看图听故事，啊，大部分拢是题目。我的做法，我会甲看图广告书的教师手册内底的台语先甲伊印起来。迄种题目先甲印起来，印起来了后，我会甲写伫黑板，互小朋友我会提问，譬如讲像第一条阿明因伫倒夜市仔做啥，啊因咧回答的阿明因伫夜市仔写飞镖，啊第2条因看到啥遮会讲夜市仔足闹热的，哦，啊伊就讲因看到足侪人遮会讲夜市仔足闹热，老师安尼有简单无？你甲变做一句话，囡仔伊就甲你回答，啊无永远拢讲写飞镖，足侪人啊。
安尼毋是咱要卖，我要完整诶。啊，即摆伊一组一组，伊就会当甲因这是伊即组总共一个人负责一句6句，因就完成。啊，所以因就会当写做遮一篇。啊，顶悬则是全班完成诶哦。所以讲，这是一个真好个。一方便的方法，老师会当试看觅，就是咧看图、听故事的时阵，莫干那听啦，互因会当落去试写的部分。啊，这是咱的课本内底，因为我无人伊教空闲，空闲因后壁拢有即个语序，像即课因就会找着烧椒洗插插地杂菜刷喙上尾，这是因课本内底爱学的语序。啊，结果咧，我就讲，安尼老师要互恁状况句哦，就是咧，我互你地点，你抽着啥物地点，你爱甲。无干那即6个出题目，即落写上简单啊，迄以前因捌试过啊。我即摆互你一个地点，你用即个地点，你去帮我迄落编一个故事，一个所在。结果即组做好笑诶，因家己我编，因抽着地点叫做警察局啦，啊，因写诶叫做歇困日出代志，烧椒来去洗警察局。我诶目屎插插滴，警察请我食杂菜面，有菜有肉有花枝，互我食甲真煞脆，上尾才来做笔录。这是课文呢，啊，伊甲课文，佮甲遮甲做伙，佮甲警察局甲做伙，我就感觉这仔囡仔足古闭，因仔念啊全班册甲共就讲，啊，你是安会当写出即个物件？而且毋对的字无几个，像即个刷喙的刷，伊写毋对，刷喙的喙写毋对，啊，迄囡仔伊就知影讲，哦，原来我倒几个字毋对，我会当做调整安尼吼。来，另外一个是。我感觉因即组足厉害，我就想讲，因抽到的所在叫做灶骹，啊，因的词是霜风滚水浮冬节，字母母甲 Q 地底，啊，结果因竟然甲我写伫霜风正入骨的冬节，阿母伫灶骹咧用滚水浮字母母甲 Q 地底圆啊，我讲夭寿哦，较会囡仔，我教着即班较会遮敖，竟然会出现。伫霜风正入骨的冬节，我讲你是啥物人？倒一个，因为即组有2个去参加认证，迄囡仔能力诚好。我讲你2个较会遮厉害，会晓霜风正入骨。伊讲无啊，老师，我有偷看课本后壁。我讲好，偷看课本后壁嘛是一种学习，所以讲伊会知影要去找答案啦吼。老师，有时阵即马你甲囡仔讲伫倒伊能去摕，就无爱去摕，啊代表讲你上无引起伊的即个想要学习的即个动机的部分啦吼。这拢是因每一组用的。啊，像这是进前老师迄阵馆长请我第一遍来讲饭汤，我甲迄个饭汤写做一篇文章，啊用饭汤互小朋友落去找每一组的大意，佮帮家号伊的。若阵遮要请你改名，你要家改做啥物？这甲咱教育部认证的工课是毋是相共？咱教育部咧认证是毋是拢会出咧题目笔字的部分，拢会题目互你看完了后，请你出即课的主旨，即课的。请你出一个名，家号一个名，我着互小朋友去做即件代志，因做会出来。6年级的因真正做会出来，哇！你会当甲遮长的文章啊，帮老师找出来，安尼真正足厉害哦吼！这是小朋友因做的部分啦吼。啊，搁有我来看即张，这是我讲的饭汤的部分，咱着莫听。啊，这是有哪简单，老师有哪会当去试，这是文文，毋过咱即摆较少有文文。文文真短，歇困日无代志，烧椒来去洗牙齿。以前拢有即个文文对无？啊，我讲来，咱长话，咱短话长说，你爱甲比扩写，遮短的文章你要甲扭长，这对囡仔来讲，伊的成功率诚悬。啊，而且因搁起来，我甲因讲，你写完了，你规组爱练完了，搁起来发表，所以因会起来念互大家听。吼，所以像即个部分，吼。安尼，来好，头先我遐讲完啦，因为我介紧张，我今无法度互恁做遮个工课。来，等一个咧，我应该爱先入来即个阅读的部分。好，歹势哈，老师等我一下，我先互恁看因做的代志，这是因做的代志，这是。因的录影我无逐个甲藏起哩，因为迄阵要报告，所以我干那甲即个部分藏起哩。老师即马看到这是阅读甲写作的部分吼，一开始咧因遮阮用6合法，咱甲台语也会记得去别个领域学新的物件，互咱台语搁较好。所以咧，这话有甲国语。学的也是英语学的吼，啊，因会当这4年做的，迄种找讲因要去啥物啊？对摒扫即课去做代议。我甲伊讲，我敢若要5字到10字，袂使写伤济。啊，这写草画墩的5年啊，伊写的，
哦，你按写了真好，因个迄个等下咱来看后边啊，遐咧有一张吼，啊，这是因咧讨论的部分，啊，因草画图每一组写完了后，要互因安尼写，基本上拢会先写有一个人事时地物简单的版，写完了因较来写。下底家斗成一句话，还是讲找出来，有用关键字去找较紧，囡仔咧找成功率嘛较悬。啊，这是因做伙写的部分。毋过我放看卖看，安尼敢有法度有听到声音哈？无话可能会声音会走袂出来，我试看卖哦。请问敢有声音？无吼。听到声音哦。无听到声音好，安尼，那安尼可能就无法度听到声音，就是咱一般若阵分享的声音要处理是爱放去你 YouTube 顶悬，我像我之前家己放去 YouTube 顶悬的声音，档开当互你用。啊，若遮干来当听到我即马会写，而且我即马分享的迄个部分无共好，安尼歹势就无法度互老师听到声音的部分，就是这是因做伙共做的部分，啊，搁爱伫同一组内底家己做伙练习，就是因若写完搁爱练习，所以你有看到，这是因家己讨论的。顶悬我讲的先用重点、关键字了后，请因较搁写出来。啊，每一组写完了后，因会家己落去改，啊，家己去来念互小朋友听。所以老师即个部分，咱嘛会当安尼做处理啦，吼。即个是你有合法的部分。啊，过来你若高年级，还是高中，阮会做三阶段的即个题目，事实性、评论性，甲迄种咱讲的迄种推论性的部分。啊，遮因就会写写讲因拄着的问题是迄种啥物因找着的问题，伫即课实在会当看到的是啥物吼？我来看，敢有一张草画图，有一个小朋友因写了真好。我看敢是一张。因咧写草画图的时阵，我讲第一条是事实性的，就是你看课本文本，你就会晓。紧即个咱嘛是爱甲囡仔训练，就是因尾会去搭考嘛。高中啊，若题目出来咧，啊，因就会看到讲，我甲因讲，你家己出题目，家己迄个爱回答问题哦。啊，所以因第一个题目是课本就当看话，伊讲是啥物时阵，互咱导管西边有草画图的名，啊，伊就写答案。古早是因为写古早的时阵，第一句就有啊。第二句，伊问讲，为什物作者要伫第三段写讲换新的句的嘛，毋通单调？你即个问题，伊无讲，你爱去推论。第三条，搁有啥物所在会当发现咱生命大的即个分野？所以因个会当家己去思考即个问题。你互伊讲我要啥，囡仔因就会照即个问题落去做讨论啦，吼。过来遮文章的题目，这就开始有。迄个这是长文，差不多800到800字的长文，像即个是阿爸的形影。我有一个小朋友，迄阵的演讲稿，写爸爸出门迄个啥物分开无甲因带做伙，拢休困的时阵较来。即摆因着甲每一段的代志帮我找出来，甲伊写出来安尼，吼。尾遮咱看着这是文白图音，头拄咱有介绍，我就无搁讲啊。遮是因做伙迄个啥物因做伙落去甲伊扩写部分，像这头拄咱讲的休困日，双方冷机机，滚水烧烫烫，伊就讲今仔日双方冷天气，阿母兄烧迄个滚水烧烫烫，安尼囡仔咧写记即，伊开始会插入像迄形容词啊，还是一寡主词，伊会甲伊插入去。对囡仔来讲，伊嘛会写了这概述是讲平安大汉，逐项会爱讲平安大汉，祝福恁。迄个啥物快快乐乐过每一天。小朋友因就会对简单的事，因就会当开始落去书写即个部分。遮尾这就是对文章到迄种啥，对问号到文章就是题目，因就会写出来。这个头拄老师恁看到遮，咱会当看到即张。因即张因都家己写诚济。因讲因后壁佫会写讲，咱的迄个啥物夜市的迄种内容是啥？头拄我讲的题目的部分，因安尼会比规篇的文章紧真，咱内底认证的时阵，遮老师干那要写遮个真大的问题，大人哦。何况这个是囡仔，我就感觉恁真厉害啊！毋过用题目来安尼互伊写，囡仔伊的成功的经验会较济。所以伫书写的部分，我会安尼做。书写的部分安尼做，迄天我有听到一个老师。
伊用国语的老师，伊用课文来去画，伊画心智图。我想讲，阮的小朋友可能无法度安尼做，所以咧，5年仔的空闲有一课导数，伊讲有一粒山对大海，有一粒山，我画即张好啊。啥？伊讲有一粒古早有一粒岛对海面浮出来。哦啊，这我是轮流哦，一组甲一个白板轮流画图。恁听着啥画啥，等下老师咱也咧做即个代志。吼，爱着画哦，古早有一粒岛比山对海面，咱迄着造出来。爱着写对古早到即嘛，爱愈来愈大，伊着画边啊愈来愈大。啊，有风有雨来甲伊做伴啥物，爱着甲即课课文着甲伊画出来啊。所以这是因在画课文接龙的部分吼。好，老师，我即马要互你做一件代志哦。等一下，我要请你入来遮。咱等下应该会做2件代志，我看卖，若时间会赴，咱来做遮；若袂赴，咱做遮就好啊。甲囡仔小工共款做伙画图。等下呢，我有你 QR code，你会入来关怀台语园区，我听我画，吼，啊，你甲饲遮，我看卖，我先过来遮，安尼甲会走出来，对。来，等一下我会互恁伫即台。你来遮画，啊，我先画互你看吼。等一下老师，你会麻烦你扫 QR code，找关怀台语园区，我听我画即个，啊，甲饲遮饲落去，了后伫顶悬拍学校搁姓名，啊是讲你拍你台南，像我台南阿美安尼就好啊。啊，你会找桃红色的12甲伊饲落去。啊，饲即个画，啊，我会放音乐，互老师画一首歌哦。啊，老师你毋免着急，因为后壁迄张我遮有哪有写，所以我的步骤会写了足清楚。老师咱稳稳啊来哦。好，安尼我先转来即个配类部分遮，先试一道，大家看哦。来，头先我是毋是讲等扫 QR code 会入来遮，过来饲遮，饲落遮个一条白白啊。啊，老师，你的手机啊，你若用手机啊看，可能你会面无会较细。啊，主题请你拍，譬如我拍是台南，吼，啊，我拍阿美，吼，啊，你要拍啥拢会使。吼，啊，主题拍完了，老师遮有一个遮，反正你的遮是10嘛，有可能9，迄个看你电脑的版本，佮有手机的版本无共。有无？才有一个粉红色的，你甲饲落去，我要找即个蓝色的画哦。伊才有足侪物件，我等下有哪会当学你看另外一个配列。我你的配列甲所有配列内底迄种物件拢总用起哩，莫互配列干若是咧大图尔，伊会当做做者工课。好，啊，你甲即个画饲落去，吼，啊就走出来遮。啊，要画啥？啊，你听音乐，譬如讲，我等下听到的音乐是，若准讲我要用青色的。我等下听到的音乐是要有画一缕花，吼，啊，我就甲画一缕花，吼，啊，画完，吼，啊，搁有画啥物？负责你画用手画哦，吼，画完了后呢，老师才有一个钳的，啊，画完爱钳嘛，你要分互大家看，你甲饲落去，啊，伊就开始噔照出来，哦，照出来了后，帮我饲发布，安尼啊，照出来，搁讲一道哦，饲遮，拍字，饲遮。找画，饲落去，画图，画完储存，过来甲伊发布，安尼就好啊。以上，这是等下咱要做的哦。若准老师你无说你放伫毋对的所在嘛，无要紧，我会帮你选。我若下课了，我帮你选，安尼敢知影？所以老师毋免紧张哦，吼，找即个遮好。来，安尼咱即马转来遮 ，OK， 好，来。即马老师帮我扫 QR code 第一站。扫入去，你着入去粉红色的遐，因为我即摆无法度2个迄个所在同时开，吼。粉红色的遐吼，了后咧找关怀台语园区，我听我画，吼，迄等于一个资料夹，甲饲落去迄个放。了后咧，请你拍学校，也是你的名称，刷落来找桃红色的。若准拢好的老师帮我伫。咱的老画区写5号，拢好的老师，你做到，你找到遮，找到画，迄个画到遮，你帮我写5号，因为咱等下咱即摆要做到遮，爱我放音乐，恁较会使画，恁还袂使画哦。好，好，第二感谢老师，多谢恁。
啊，因为咱伫线顶，若准讲伫现场，老师咱有迄个演习着，若准讲你的能力足好，啊，较麻烦咱教，有时阵咱咧较资深的老师，即个部分就较无法度像昨昏阮咧上课，哇！干那要找迄个扫 QR code 的部分，因入去就会有足大的问题。所以，咱教台语，咱家己嘛爱自我要求，就是时代一直咧进步啊。啊，要安怎互咱的台语变做囡仔会喜意？伊无老实讲，你讲阮台人，阮的囡仔嘛无台语迄个学生囡仔，我感觉10当前甲10当后咧教囡仔的能力会差足济啊。所以讲，即个部分咱会当甲囡仔做接轨部分，这嘛是咱家己爱自我要求啊，吼。我搁差不多30秒，互老师完成，安尼好啊。有咱来，我会等你，因为我就是头前拍仔紧，就是我要互你实做，实做的部分，因为听就是听过，实做的部分你有做过，你有去算过，你凡事知影，我迄工算一个袂歹算呢，啊无，咱来算看觅，像咱拢有团购，加一，这袂歹呢。啊无，咱来算看觅，啊若准迄个你迄搁较厉害，等下我会留10分钟，你来甲我分享讲你安怎做，这是我小小的分享安尼尔。因为我等下若过去了后，可能 QR code 你就较歹扫啊。加10对，所以我有讲加10啊，加12啊。因为我有讲手机啊、版本、电脑无共，伊无共。像我的是加12，我是加10。我昨有那有老师，我写画，伊遐写绘画，因为伊迄是大陆版的。我咧用迄个拿是小米手机，所以因为你的手机啊、你的电脑、你的载具无共，所以你呈现出来物件无共，毋过大同小异啦，差不多那你若摸袂识，差不多拢差不多知影。会使啊吼，会使，我着要放歌互大家听，我用我另外一个电脑来看觅好啊。即摆你听着啥？你着画啥物啊？吼，安尼要开始来画啊！啊，你若还袂到遮，老师你有来，我的画面会放伫遮，我无要走，因为走，恁若要扫 QR code，恁会歹扫。这老师安尼操作的时阵，即个所在若定讲老师恁若要甲小朋友讲的时阵，你的荧幕一定是放 QR code 伫遐，囡仔较好处理，啊，甲你每一个部分写好势，啊，咱会停伫遮，啊，会用另外一台看，安尼咱较舒适。好，安尼咱来听，安尼要听歌，反正你嘛听无呢。若像安尼的部分，我放看觅，看你安尼个会当，应该会听无？我无去考虑着即个问题。请问目前到遮有声音无？无声音吼？无声。这位老师，你有迄个全荧幕分享？全荧幕分享的部分可能会，等下我先看觅哈。全荧幕无，我爱出来外口做即个，等下哦。全荧幕分享会有一点啊，好，应该是可以啊。全荧幕分享问题是，今仔可能有哪有一寡问题，因为伊是网站。是的，等下哦，我确定一下。我是读过迄个要互恁试的，我看觅哈。若准全荧幕分享，我即摆是全荧幕分享，一个。可以，感谢燕平老师。来，安尼，我全荧幕分享的，无要紧，恁今仔啉来者，全荧幕分享的，就是伊的音质不好，这就是有时阵我考虑的点无共。好，来，安尼我来。咦？我播放一下哦。
即大家等一下哈。安尼敢有听到声音吗？老师敢有听到声音？无，是啊，来，马紧，好，因数看班来，不好意思，得啊，来，不要紧哦，安尼恁着爱家己画，吼，我着QR code遐着无啊，吼，安尼咱着来听即首歌，安尼着会当啊，恁着听着啥物，着请恁画啥物。安尼敢有声音啊？有啊。所以网站版的爱有这种分享。小红车，拍火龙唔惊，计程车，亲像网囡囡，警察车，来去抓歹人，救护车来上靠边啊，坐公车，爱比有卡，学倒摆，又爱慢慢来行，分手车，小等一个人，脚踏车，伫河边较快活。上好看，飞轮机载我去加拿大，直升机斗阵飞上天，啦啦啦啦啦，坐公车，爱比有卡，学倒摆，又爱慢慢来骑，分手车，小等一个人，脚踏车，伫河边较快活。小红车，拍火龙唔惊，计程车，亲像网囡囡，警察车，来去抓歹人，救护车来上靠边啊，热气球来到路野上看看，飞轮机载我去加拿大，直升机斗阵飞上天，啦啦啦啦啦，坐公车。爱比有卡，学倒摆，又爱慢慢来行，分手车，小等一个人，脚踏车，伫河边较快活。好，有人讲 QR code 无去啊，对唔对？这就是咱咧操作的时阵，有时阵会出现这个问题。啊，稍等一下哦，我甲我的关掉啊，我关唔掉。好，来，咱来看卖，你甲看，有老师讲 QR code 无去啊，这是头拄仔若准伫现场的时阵，我甲 QR code 留伫遐，直接放音乐就好啊。啊，这是电脑操作的问题。啊，若准讲咱要伫线顶搁要分享，原则上分享的部分，一般阮会做网络的分享，像叶明老师讲的迄个部分嘛会使，毋过声音拍出来做歹。迄是第一点，第二点，迄个声音有时阵会因为我即摆用的即个 Canva 是网站的，会出现即个问题，所以讲也是爱跳出去，跳出去外口的 QR code 你就无法度扫啊，对不起哈，吼，来，咱先来看，各位老师恁真赞哦，来，等下袂赴你有哪会当个，我会出 QR code，你去扫一道啦，吼，来，老师你甲看哦，阿关老师遮个画图，你甲看，逐种车拢画着，好，即个更较厉害，洪老师，你毋来迄个拍一题目足厉害。你咧拍迄种啥物啊？你咧画图嘛足够的呢。哎哟，你甲看，即个老师迄个啥物人啊？老师，你通点入去看哦。每一个人拢画了有够赞的呢。遮短时间2分钟，你看恁有厉害无？这个时阵老师咱画完了后，因为咱
时间无够，我较占款哈，所以我就无互恁讲啊，我就甲你讲啊，是的啦。你甲看，恁会当画遮好，遮你会请小饼，这个是我家己画的啦，这毋是的，这是小薇甲我共款。吼，你们画啥拢会使，吼对。这就是恁会当透过即个部分咧去画，画完了后，请小朋友起来迄个分享讲，我画是啥物啊？请伊讲看觅啊，小朋友伊就会当安尼咧去讲啊。吼，一个是即个哦。啊，另外一个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等下搁要互恁算另外迄个叫做AI 的生成，所以。我要你算 AI 生成，我要算学习报告。所以这个我直接讲哦，来，迄个因为咱头拄有讲到即个迄种交通工具嘛吼，所以你看即张是我用 AI 生成的，毋过即张嘛是我用 AI 生成的，这是用迄个台语汉字写的，这是用英语写的。来，老师，若准你有兴趣的话，你可会当你来遮迄个新创意发表。我等下互你看阮小朋友因个创意发表，遮拢是会当你家己想我凊彩拍，有哪共款你来遮。老师叫我做侪物件，譬如讲，叫有一个，这个是 AI 生成，我不会画图，我袂晓画图，啊，譬如讲，我想要画，头拄我个加写迄个，我要有翅膀，国语啊，因为老实讲吼，这个是外国人迄种发明的，所以吼，你用台语写甲国语写吼，足歹找。啊，我捌做过，我做完，阮同事甲我讲，你迄较会当做甲遐酷啊！我讲咧 AI 生成的啊，我会晓。结果伊讲伊用足久用袂好势，伊甲用去 Google 翻译，佮打起你就熟悉啊。毋过我教台语呢，我甲囡仔台语教，叫伊台语佮翻国语，国语佮翻英语，英语去翻译佮打起来，安尼就失去教语言的本质啊。所以我就坚持我无爱翻英语。毋过即个要逐个看，我就翻英语啊啦吼。像即个老师你打起你爱迄个啥？你爱制作物件，较会当打起你。比如我拍一个翅膀，我拍迄种啥物啊，消防车好啊。我希望未来的消防车会当有生识啊，若咧乌烟需要的时阵呢，我就会当迄种啥物啊，有即个物件，像特斯拉毋是安尼出来，即个物件反射人工会发展20吨了后，反射即个物件会当解救咱。吼，啊，囡仔因就想啊，咱未来的世界，结果歹势，你看，我用安尼出来，伊出来的物件可能上侪即个较晚。啊，迄个可能无遐舒适。啊，我会当佮家己另外佮找，就是迄个关键字，你互 AI 的迄个物件，伊会当安尼落去用，吼。啊，所以你甲看，伊即个效，我感觉即个出来的效果就无好。毋过即个我真正，你来看，我家拍迄个直升机加石仔，人工生石仔，啊，伊就会当伊会当四界去救人啊。吼，啊，所以咧，你甲看即个，我是用英语拍的，就当安尼。所以老师，若准讲你有兴趣即个部分，你有哪会当去试看卖啦？吼，啊，我互恁看，阮的台语课，小朋友因算的部分，阮拢上台语课拢无咧认真算，无咧认真上课，阮拢上这迄个这是线上我找迄个我有甲因讲啊。夜市啊，拢做侪物件，你敢会当设计一个啥物物件？伫新的物件，未来可能伫夜市啊有可能出现。迄课是细夜市，结果小朋友因着用 AI 生成一个写臭豆腐加冰淇淋，就生出即个物件。老师，即个物件看起来袂歹食呢，反正人工可能有哦。囡仔在发展新的物件，这嘛是咱受用教学内底希望讲，那未来囡仔我除了即个物件会晓，佫会当发展啥物物件？因像这遮嘛有一个。因即个写叫做豆花加火锅会当生出即个物件，啊，因会拢家己去生啊，这是 AI 生成的，啊，这是透过地动的是，伊讲地动，啊，因就去帮我找讲，我甲因讲地动，你要准备啥物物件，啊，因就用这个物件，即内底有一个录音，来，老师我试落去吼，即内底只画面某切换，画面没有切换咯，好，安尼歹势，安尼无你看，好佳哉恁甲我讲，因为我无去看着边仔遐，来，安尼头拄迄个豆腐我未看着吼。来遮，即个，歹势哦，多谢你。即个是小朋友伊写臭豆腐加冰淇淋，就生出即个物件，看起来佫真水款呢，袂歹食哦。人工反正我讲的有即个物件会出现。啊，即个是小朋友因写豆花加火锅，因就用 AI 生成，家己落去用，落去找，所以这老师伊拢会当算。啊，即内底像即我讲的，即个伊是写讲火烧山的时阵我需要啥，啊，因拢会行无去，啊，时间嘛袂赴，我就请因先用白纸写。写完了后，帮我录音，啊，因遮就当录音。啊，老师你嘛会当用即个部分
即个则是毋是录影机、录音机，拢总会使，这囡仔拢总会当用落去哦。所以莫吼被迄个配类干那做大图尔，伊阁有遮，因阁会当去找遮的资料，阁有找，我看觅，阁有故事接龙，阮做足侪代志啦，阁有遮有一个吼，因诶头壳遮迄个趣味，阮有一课教迄种情绪，咱有一课咧叫教情绪。4年仔款教情绪，结果因着帮我甲伤心甲冰淇淋斗做伙，因讲这叫做伤心冰淇淋。伊讲，迄个女生甲阮分手的时阵，我若伤心冰淇淋食这，我心情就好啊。吼，所以我就利用迄个恁的迄种啥物啊情绪，会当落去，甲会当甲一个物件商品化，反射灵感会当出来卖啦，吼，像这样呢。我感觉上高的是，阮有即个小朋友，阮遮个年菜特区啦，看有要甲年菜乐用，就是以你课本，我即课教啥，我会当延伸做啥物物件落去做啦，吼。阮遮有一个小朋友，我感觉即个上高啊，即个我看伊敢会当拍即袂当拍，伊内底有一个我有问题啦，迄阵我讲即个我有问题咧问啥，我想着。咱上测验的评量的时阵，老师甲咱问讲，拢是咱咧出题目问囡仔，囡仔啦会当出题目来问别人，是毋代表即个囡仔已经读了足熟手啊？结果迄阵迄课咧教台湾的旧地名甲新地名，结果我即个小朋友伊真厉害哦，伊就出即个题目，伊就甲旧地名甲新地名甲做伙，伊讲阿明有一工去一个是台南上南平的所在，请问即个所在旧地名叫啥？伊阮2个阮呢，5年啊呢。伊还知影啥物是上南平，佮知影旧地名，半线打到家人阿高。老师，答案是倒一个？阿高。答对了，老师赞赞，你真老师棒棒，对。所以你甲看，小朋友伊是毋是透过即课教完了后，做一个总结性的评量，伊佫会当摕问去问老师，问其他的啦。当然其他的就较普通。即个小朋友，咱讲一班有一个，咱就迄个有一组出，咱你就头笑，你就讲有够老的吼。这是尾仔遮，即个互大家看，即个是阮学校有一个老师，考调进修老师，伊教足久啊，爱考调。结果因班迄工来上台语课，足艰苦的，伫遐哭1个、2个、3个来甲我摕话清楚，我讲你是要唱片哦？阮老师考调要离开啊，伊足艰苦的啊。我就讲，你来欢喜呢，老师考调，迄是真赞的代志。考调进修老师足辛苦的，我讲你来甲即个祝福送互老师。我就讲，无咱来写一行诗。我讲，你看到的老师是啥物款？伊安怎伫你甲伊迄个一当，你有啥物感觉？因就讲，因为欢喜啦，艰苦受气的老师像。迄种家规啊，带阮安尼关家咧耍云霄飞车，因写国语的，佮写台语的。因为你一困要叫写安尼，伊无可能。你先互伊写国语的，佮写台语的，拢会使。即组伊就写欢喜的老师是花蕊，带阮伫花园甲春天见面佚佗。因就安尼写，爱写桃啦吼，这是囡仔写。因的国语写快乐的老师是花朵，带我们在花园里绽放春天。好棒的孩子啊！写完了，我就甲伊印出来送互因老师。因老师看甲感动甲流目屎。老师即礼拜要去台南，伊讲我绝对要留伫台南。伊讲即阵囡仔互伊遮大的迄个啥物祝福。所以我感觉科技是冷的，数位是冷的，要安怎甲伊教咱的生活中斗做伙，会当互伊变做有温度，即样代志介重要。好，我要转来遮，安尼这看完啦，我要转来遮吼。来，等下哦，我看我爱走去对。遮，我无切过来看，分享即个分页 ，OK， 好，咱再转来遮哈。我甲台语课遐拢切掉。好，要转来咱即个白板。啥？要来讲后壁，后壁我会用胖的，因为38分啊。到尾互你耍另外一个游戏，来，歹势哈，我甲贪心，即个无你讲哦，教你讲互你讲吼，来，大家来授予到嘿，来，歹势哈，我甲贪心。即个就无互恁讲哦，照你讲爱互恁讲吼。来，即大家来授予教学运用用 Word 甲学习报来做评量。中遮拢咧介绍，中遮我用胖过吼。若准你有需要，我甲互你，这拢咧介绍咱台语课，老师你有需要会用到的一寡网站，这我拢全部扫 QR code， 老师较好处理。我要做的是即个，咱教学的好朋友即个部分。
咱咧要互老师升窝窝，吼啊，因为头拄恁听消防车对无吼？来，等下咧，我会入来遮有一个叫做学习吧，学习吧进内底咧，老师我看觅遮搞者，就是我甲头拄迄首消防车变做一个文本。了后咧，老师入来进内底，囡仔会当家己读册，而且会当台语会当录音，佫会当出测验题，佫会当耍游戏互伊耍，会当做一个完整的学习。所以像即摆囡仔因要做闽南语认证的部分，我拢伫厝教，我拢用暗时啊教，我无咧去学校教，我感觉安尼伤忝啊。我派作业讲伫顶悬，伊伫啥物时阵？我有一个小朋友讲，老师，我一面咧泡温泉，一面咧听你讲课，一面咧写你的作业，真好，你四假去拢会使。所以咱甲咱的学习，莫甲关伫学校学台语，全世界，伊飞到美国，你迄个陪伴早起，你就会当做你的代志啊，吼。来，安尼咱来看即个哦，我来看即个。等下要互老师做的生成，咱莫用，咱干若要看即个、迄种窝的部分啦，吼。咱无要做啊，吼。这是救护车、消防车，头拄恁听的遮要做啥物代志哦，吼。比如讲，即个文本你已经读完啊，我搁放一遍歌互你听，你读完啊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用跳的哦，吼。了后咧，我着要互老师帮我，像这是要互恁创意的，咱着无做啊，吼。来，我着要互老师，恁会当帮我扫即个 QR code， 要你即个，恁即个莫扫，即个我带恁做就好。要互恁扫即个 QR code， 扫完你会入来即个窝窝，我看觅即个窝窝是专班会当做伙做的。歹势，我搁爱分享即个分页。好，来，我试了，老师你会当开麦克，看你看到啥，你帮我讲啥。这专班做伙，即个叫做啥物？直升机。叮咚叮咚，请问这个叫做啥物？消防车。叮咚叮咚，请问这个叫做？摩托摆。对啦，这个叫做？风车。客运。这个叫做？飞机。讲客运有够厉害，这个叫做？电车。客电车，这个叫做？电车。车，这个叫做？救护车，这个叫做热气球，气球，这个叫做赞。所以老师头拄仔咱做的，这是简单的，这个我要叫你扫 QR code， 紧紧无要扫，这个就是咱会当全班做伙扫，这是简单的。你若要做差异化，像我第二组我就会一张图，一张汉字；第三组我就会一张图，一张。罗马音标，安尼互囡仔去测，你咱相对上简单，这就是头拄迄个文本课本内底对无吼？好，来，即摆我要互恁入来即个，来，即个分享到遮，莫扫即个哦，即个莫扫哦，无你会酷扫哦。来，咱要来另外即个，好，即个要互逐个算迄种，即摆你会当扫即个，即个扫入去，请老师，恁一面扫，我一面算哈。我算伫遮较细个，等下恁算完，我就知影恁的成就是安怎。吼，来像遮，我对原底迄句内底，遮有慢慢啊徛加拿大，去落野拍火，悠悠卡小等一下，闪边仔掠歹人。请问救护车爱去找啥人啊？闪较边仔的。吼，老师好，恁扫入恁开始算，互恁2分钟。恁算完了，咱就要入去学习吧。无安尼咱会袂赴，就安尼落去选。无人机、加拿大、警察车、掠歹人、坐公车、悠悠卡、消防车要拍火、喷射车，慢慢啊，喷射车小等一下吼，热气球去落野，乌多摆慢慢啊徛，安尼。好，就会甲我送出答案，就我等。我8条拢总对，我等下较看排行榜哦，只要有排行榜，我就知影倒一个老师啊哦。你若个对等下迄种啥物人，等下馆长都在准备也袂上去啦哦。馆长歹势哈，来，我阁互逐个1分钟。所以你要互囡仔算，你会当互伊算一个迄个，过来你来讲停，了后伊已经算一道啊，了后伊会知影家己倒一个毋对，
因两讨论，第二摆佫会算，因为着要抢第1名。阮之前有个小朋友，台语课已经下课10分钟啊，佫上课啊，爸爸要来啊，伊着毋爱走，伊讲无可袂使，我无着第1名，我袂使输爸爸，因为阮有7班嘛，全部拢算即个游戏内底做者排行榜。迄囡仔着毋愿输，伊伫遐偌久诶，拢无要转去。好，有老师咧帮我交迄个作业，哦，真好。屏东小龙老师在下里。袂使吼，屏东有你要算啊吼，所以我 QR code 我袂使扫，我即阵走，有老师会去扫我 QR code。好，我有咧做时间哦。好，我用1分钟就好，互你试者就好哦。好，我再看排行榜哈。小美伫倒？阿红老师你上过分，你2种拢得名。小美老师伫倒？请举手。小美老师，紧来哦，你等下迄个可能有小奖品哦。小美老师请出声。应该毋是我啦。对啊，我拍00呢。小美老师第1名，阿红老师第2名，Jody 老师第3名。Jody 老师，你算还是2个 Jody 老师？你算2道迄款。来，安尼，记得迄种啥？平老师要帮咱截图，若种讲因三个有个会话较迄种啥物啊，较个联络安尼，吼，即个会使哦。安尼我要走哦。请问老师会使无？会使帮我写 OK？ 会使啊吼。好，安尼我要过来哈。安尼即个就互恁算到遮，多谢恁。来。伊敢袂甲我当掉？等下哈，伊无啥物叮当，你上个要互恁算的款。我停止共用一下好啊。哦好，停止共用了后就好啊咧。来。安尼，我共款个共用哦。即个我着用讲的哦，着无互恁做啊。恁若要做，有哪会使哈？毋过先甲恁讲歹势，好。来，好，等一个咧，若准你会当即阵会当扫啦吼。遮扫入去遮我讲我着无要你要做，你较慢慢来做。我会甲你讲，我即个课程安怎包装，到时阵你会当伫你学校落去做使用。就是遮扫入去是一个 QR code 叫做你去学习吧，就是你要用 Open ID。毋过若讨厌，我毋知影敢是安尼使用啦吼。我等下较操作互你看。我的邀请码是857369，请你扫 QR code， 你去找趣味的交通车。你若歹扫，你着莫用，你先听我安怎用，你倒去厝较研究。内底我有安排一个互囡仔先读文本，搁互因听，尾仔搁互因录音，搁互因写题目。若如果你种读完了，老师你若有闲，恁囡仔有闲，搁会当看即个影片。以上这是等下要做的部分。吼，我因为47分啊，所以我即个部分我跳出来遮。来，老师你即马，我会改来遮。老师，你即摆看到即个叫学习吧，学习吧的部分，你可能有哪有人在用？像我遮，我家己我着加入我的课程，我加入课程，读我迄个课程代码拍起。因为我毋免，我即个我是调工遮，吼，真内底遮入来，遮我会当 QR code， 像这上课会当互囡仔扫，邀请码857369，因着入来啊。入来了后，你甲看试落去，这我应该安排好啊哦。像即个，我是甲。久仔迄个交通车的课文拍起哩，迄首歌，吼，安尼囡仔伊就会当学啊，对无吼？来，过来咧，伊学完了后咧，我希望讲，无你来听看卖诶，吼，即首歌要哪听？就是遮，我嘛甲连结放起哩啊，试了伊就会当听，头我恁听的即首歌，听完了后咧，伊要互因来佚佗游戏哦。来，第一个头我恁耍的游戏，第二个。嘛是头久仔恁耍的游戏，安尼你甲看，我遮我就知影讲有几个人完成啊，遮我试了老师才会当看。第三个，即个是咱台语上重要，我感觉录音我到学习吧上好用的。老师，咱遮有一个闽南语辨识，就是讲遮有一个台语录音的部分，闽南语辨识，遮我有录音哦。
恁可能安尼拍火拢唔惊。这是我家己录音的，我家己拍伫遮，因为闽南语辨识内底，你拢爱写台语字，莫写罗马音标伊嘛无认哦。写完了后，小朋友因就录的了，伊送出去。我顶悬我有规定，朗读我甲拍较大，我甲放大吼。来，朗读的歌词内容，请你朗读歌词内容，80分通过，会当一直念，无通过爱找老师念。所以你甲看，我互你看内底哦。老师端我才会当看到哦，迄讲胡淑珍老师念出来是54分点54.8，毋是伊念无好势，是边仔相差，就这吼恁若扫入来，恁的名就会伫内底，我就知影讲哦，啥物人伫内底安尼，吼，安尼咱就知影讲囡仔伊读了安怎安尼，吼，到尾仔才佫有一个除了录音了后，才佫有一个题目，我有出5题，吼，譬如讲这是因题目，因家己去写的，好，即班足厉害，拢总对，吼，迄个我就问。等下哈，我着互老师问，譬如讲，头过恁有看交通车，请问歌词内底拍火拢毋惊是啥物车？消防车，吼，囡仔伊若准因会晓的话，爱认捌迄个罗马音标。请问歌词内底用banana形容啥物交通工具？计程车。老师这是照头过迄个文本落去出的迄首歌哦。请问歌词内底啥物爱 BUU 卡？公车，吼。请问歌词内底，迄个拄着啥物车闪较边仔救护车？请问歌词内底坐热气球迄个上好看，诺亚高台。所以我甲出5条尔，就是用迄首歌落去做。所以要互老师看的，就是你甲看一首歌内底，咱会当做老师，你会当甲伊放伫遮，歹势。咱会当对，我可能爱说较少的。咱会当对放文本互伊看，互伊听歌，互伊耍游戏伫遮2个，佫有去检验讲伊敢会晓，尾仔佫出题目互伊写，佫兼录音，安尼是毋是加足好用的？我加足好处理的。我互你看我失败的咧，你敢知影？我虽然要做这，毋过旧年我实在是今年我。互小朋友录熟眼哦，这个熟眼的部分，你敢知影？小朋友，阮总共有170几个小朋友用。你敢知影？因迄话录音会干了，所以因迄音录了袂好势。迄我感觉言语对咱来大人来讲是足较好教。我第一遍感觉家己教学足失败。迄个戏杯骹徛久，就是你的已经教足侪道，佮带来边仔尔，伊录的音较念个念。戏棚骹徛久，就是你的。我就讲，我较会遮含慢，结果尾仔我甲教来念，有尾仔伊总是念20道，伊总是会晓。毋过，迄个囡仔为着要通过，伊会当念20道。我就感觉讲，这就是科技互咱的帮助，吼。即个部分，这是迄个学习吧的部分，伫遮做简单的小改。好，安尼我要转来遮咯。感谢你哈，我做迄个迄种啥分享袂了，对不起逐个来。好，安尼我搁要刷过来后。来，好，最后老师是无才调出业的学生啊，这是我大学毕业的时阵，读册的时阵老师讲，我迄阵佫无法度迄个感受，尾后我觉着有影。咱一直迄个互囡仔，也是互即个时代在录，老师一直咧要求家己互进步嘛，吼。咱教囡仔咧教咱，有伴就袂惊，咱勇敢大步化，嘛感谢咱的迄种。馆长，互咱有即个平台，会当互我即个机会，甲今年做遮个工课的过程来甲大家做伙分享。以上是今仔我的报告，感谢大家嘛，感谢馆长，多谢。我甲伊停止分享哈，来，好，安尼我停止分享，以上。我相信大家今日一定拢足满意，但是有感觉敢若安尼抑阁无够呢。我无够，我无物件，我拢摕出来啊。安尼抑阁敢若抑阁足济拢抑阁无听着吼。所以我有一个想法吼。是。我想讲，咱即9个课结束了后，吼，9礼拜了后，我可能另外再过来安排。我毋知影逐个人伫线顶的朋友，逐个较厉害小我回应者，我家己是感觉真好，真感谢，因为要做遮个工课，要有你有迄个想法，
搁有迄个头壳，搁着搁用足侪精神，用足侪实在诶作业，着搁用足侪诶时间，我感觉实在是足感动。我会想讲，真正是咱家己诶物竟然早过去安尼无法度通，伫环境上有遐侪困难，好佳在咱遮人无放弃吼。但是无放弃，你着要愈紧愈较紧。所以我咧想讲，我家己人吼，我毋知其他人安怎想。你想讲是毋是？即我感觉安尼2点钟实在是无够，所以我感觉是毋是用规工诶时间吼，一边就来。但是我想用实体诶好啦，就是讲怎来园区规工做，因为做工作坊，用安尼做训练，做工作坊诶时间，有一工诶即个计划，我毋知影安怎。大家若有想法，拜托是毋是留言所在小可甲留一个，互我小可知影大家人诶想法好无？这是我诶想法啦，毋知老师安怎想，还是其他诶朋友大家安怎想？支持一个文化支持尔，敢若一个尔哦。哦哟，敢若一个尔哦。是，所以逐个若有感觉有需要吼，你会感觉无够，因为我感觉，这较实在诶操作，我是讲要互真正对家己有帮助，对学生有帮助，而且会当佫引申出另外佫有新诶方法，可能咱后壁诶下遮诶课，原来拢足精彩吼。我足感谢有即款诶机会，会当安尼随时着拢佫接着逐个人遮济认真，因为我伫遮实在讲是无用吼，逐个就是安那将遮诶人甲念咧，互逐个会当接受着吼。我看着足侪加一诶人吼，所以若有诶赶紧加一，我看都要加50以上，我才袂哦。若无加50以上，我无爱遐无用吼。我唔肯安尼啦吼。嘿，我无爱啊吼。我其实嘛已经足老啊吼。是要有一个加100啊，安尼我想超过有一个加100啊。OK， 好，我想请咱，我想今仔逐个一定有足侪即个学习。对你一定有路用，但是一定实在是无够。所以若有意见的人，拜托会当留互阮吼，恁继续将恁的意见留落来，阮做伙捡起来，然后我后壁再搁来努力，希望咱会当还佫会当见面啊！我相信一定会当佫见面的。而且大家怎来园区好啦吼，咱大家做伙，安尼好毋好？头久我敢若还佫有3个，佫有伫种吼，我若共款自己电话我留落来。我会加你物件。我对不起你。啊？我对不起你。袂，你千万毋通安尼讲，我足欢喜。伊这物就是要互人诶，吼，就是爱甲大家加油。安尼老师，敢若我嘛着爱互你。来，你起来遮，你互伊看者啦。哦。你切他，你即下啥样先？我有看着，安珠老师有甲我讲，我有买呢。佫无共领哦。佫无共领啊。你看够共款。安尼无啥共，安尼真有拍，有穿。佫较穿吼。佫较穿。即个你毋知有感觉安尼眼熟无？嘿。这就是咱蔡英文甲赖清德总统、副总统迄个红包有无？迄个议员副主迄个。我毋是甲偷因的哦，我有得到授权的，我这是有授权的吼，我这是有授权。迄个赖总统伊讲好，互你用，安尼所以真正比第一遍，因为其实是着甲问啊，伊爱搁去问迄个创作的人，所以等下伊我惊印袂赴，所以顶面迄领是咱办公的设计诶小朋友设计，即领就是用迄个图。佫较水，我想咱用即领送互老师敢好？感谢老师哦。但是安尼你着知影，后壁你着知哦。我是心机作重的哦。你无心机作重，感谢你互我机会啊！只是我感觉毋知安尼会当互老师一寡老实讲是较普遍的软嘿，只是讲会当伫教室
内底使用会当可能较方便啊。其实软体足侪，我无一嘛咧学啊，学袂完啦。了解。只是讲安尼敢会。咱就是一路一直，我感觉今年着比旧年，我感觉着加足丰富啊。是。哦，一年，所以我逐年原来咧做事，我家己嘛足欢喜，表示咱逐个拢足用心。真正啥？真正顶边的遐这已经是搁第二版啊，吼，搁新版，愈来愈水，对无？是。搁较水，吼。所以这安珠老师这边的，有紧互大家知，结果大家拢足要爱吼，所以会当的人光阴才去到办公室联络，安尼。好，会记后礼拜三是是毋是大家会搁见面吼？后礼拜三是那春水老师，那春水老师，请大家会记哩。我相信绝对无了的啦，绝对无了。咱毋免交钱，但是你爱用你的精神、你的时间，你用心，对你有路用，对咱台湾嘛有路用吼。所以大家做伙努力，咱用热烈的鼓声，多谢大家参加。多谢咱的老师，小美老师，多谢老师，再会，再会，多谢老师，再会，再会。